地名起名叫新瓦屋啊，我们客家窑坪话叫醒瓦屋。我们可以往这边你继续往里面参观。历经200多年，从泥砖、红砖到水泥建筑，新瓦屋聚落清楚呈现6家农村的生活历史。2005年开始进行聚落保存和文化推广，是全国第1个客家文化保存区。这个地方又舒服，又视野又辽阔，然后它又可以看到各个时代的建筑物，然后就是在一些都市里面所没有的水郡文化或一些客家的建筑。有关新瓦屋的点点滴滴，就跟着导览员的脚步，听他娓娓道来。将近10年的时候，是在后面呢，它盖一个用土砖盖成的忠孝堂，它就是他们邻家的公厅，也是客厅，然后它旁边还有厢房。邓雨贤音乐馆展示他的生平和创作，让后人缅怀台湾民谣之父的贡献。园区里也不定期举办各项客家文化活动。今天的活动会排练了哦，会排练了哦。来到客家村，当然要体验一下传统铜碗，重温那个最单纯的年代。有没有看到那竹蜻蜓的那个叶子这样装进去？这次从上面这张装上去，顺顺的转上去。跟着竹蜻蜓，我们回到过去时光。从前晒谷的绿荷塘是农闲之余左邻右舍搬出板凳一起休闲的好地方。现在大家也拿着板凳一起聚在绿荷塘，准备欣赏天黑后的电影播放。上课喽！爱排列，爱排列，爱排列。